而且佢嘅佣金咧越定就越高，可能從最初嘅可能就3、4萬、2、3萬，到後邊嘅最高峰去到14萬，就因為佢嘅佣金高，推動咗好多嘅中介去推呢個盤，全部都貼晒呢啲斷供發拍，係斷供嘅發拍都有喺度嘅啦，個人貸款嗰陣樓盤已經斷咗供喺度㗎啦1000蚊。係嗱，呢一戶又有喺度其實而家我可以淪為呢個地方，其實就係一個敍利亞風格嘅啲建築，全部都係啦。因為而家可能大家睇到條片，可能好多其他 agent 發嘅咧，一片大山徑好靚。咁事實上，如果你個鏡頭向下少少睇，其實就有一連片嘅廠房。而且出邊嘅話咧，外圍嘅商鋪咧，基本上都係做五金汽修或者係買啲建材嘅商品為主喺度啦。所以嚟講，呢個小區嘅話咧，出門口外圍嘅街咧，基本上就係非常之啲破爛。三鄉4999毛坯，如果買大精裝嘅話咧，6300蚊平方。究竟呢個盤係割韭菜咧，係定係執筍盤咧？今日我阿 Ken 帶你哋實地探一探呢個盤究竟係咩情況喺度嘅。因為而家目前咧，三鄉雲山匯景呢個盤嘅話咧，佢係位於三鄉嘅白石嗰度嘅。咁我而家新隔離嗰度咧就係105嘅角度去翻呢邊嘅方向咧，其實就去翻珠海啦。大概開車30分鐘嘅時間去到珠海香洲嗰邊嘅贊武嗰邊嘅。咁去翻我哋前方嘅方向咧，其實就去翻城區嘅。大概半個鐘頭半個鐘頭車程翻城區位置。其實出邊咧就係條6車道喺度嘅，所以講會有少少嘅噪音喺度啦。咁其實咧呢度盤咧佢位於三鄉嘅白石村嘅。咁白石嘅話咧，其實響大概20年前啦，當時係非常之繁華嘅一個地方喺度嘅。咁好多嘅外來務工啦，過嚟呢度打工啦，而且好多嘅啲廠企，白石嗰啲鞋廠會好多嘅。咁隨住而家好多一系列嘅廠搬遷咗之後咧，其實而家我可以淪為呢個地方，其實就係一個敍利亞風格嘅啲建築，全部都係啦。因為而家目前睇翻鏡頭睇翻嘅呢一邊嘅沿街嘅商鋪，全部都係可能係比較老破少，而且出邊嘅話咧，外圍嘅商鋪咧，基本上都係做五金汽修或者係買啲建材嘅商品為主喺度啦。所以嚟講，呢個小區嘅話咧，出門口外圍嘅街咧，基本上就係非常之啲破爛，而且個路咧，其實大家睇翻啲路嘅話咧，都係唔係話好平靜喺度嘅。咁究竟點解最近咁多嘅 agent 或者發張 YouTube 上邊，或者發喺 Facebook 上邊咁多人會推緊呢個盤喺度咧？係咪究竟係咩情況喺度咧？咁我哋睇，跟住個鏡頭，大家嚟睇呢個位置喺度啊！嗱，其實呢家我哋身處嘅呢個位置咧，其實就係成個小區嘅一個主出入口喺度嘅。雲山匯景嘅話咧，佢總共咧係由6棟嘅住宅嚟組成嘅。咁周邊嘅話咧，其實嚟講咧，佢係依山而建嘅，隔離其實就係嗰啲山脈嚟嘅，隔離係山，所以講佢廣告上邊寫住咧叫買一套山景房。其實真係事實，佢隔離就係一座山嚟嘅。不過出邊嘅環境咧，佢俾我睇過嚟講咧，就係周邊會聚集咗全部嘅嗰啲加工製造廠或者係好多嗰啲小作坊啲單位好為主喺度啦。好似鏡頭而家目前見到嘅白色嗰啲建築物喺度嘅，呢邊就全部啲五金嘅加工廠。咁而家對面啲咧，好多就係啱啱大家講到嘅五金加工廠下邊同埋嗰啲出租屋喺度嘅，雖然講會比較細少少喺度係咪啊？咁我哋再過嚟呢邊睇睇嗱，佢成個小區咧，而家目前咧都係全部都係現樓嚟嘅，現樓現證，睇住樓梯上面打住啲廣告喺度啦。目前話基本上咧都有入住率又去到30%左右啦，30%左右喺度嘅。咁隔離咧，其實樓盤隔離咧就係吉雅花園喺度嘅，係咪啊？咁我哋順便邊入小區邊同大家講講呢個樓盤究竟係咩情況喺度嘅。因為咧呢個樓盤咧係2018年左右咧已經開始開盤嗰度噶啦，2018年。咁而家都2026年啦，差唔多去到成8年時間。
咁成個小區咧，佢有468戶喺度嘅。咁8年嚟講，成個小區都目前嚟講都未賣晒。究竟係咩情況喺度咧？係咪咧？我哋接落嚟入小區，邊行邊傾，講一講。咁而家嚟到成個小區嘅入邊喺度啦，嗱，大家睇到其實小區其實就唔係好大喺度嘅。啱啱講嘅6棟樓，係咪啊？靠翻105角度嘅三棟樓，咁靠翻山嗰邊咧，其實就有3棟樓喺度嘅。咁而家目前咧，基本上咧，啱啱講嘅30人喺度住緊喺度啦，基本上可能都以本地人為主嘅。咁中間心其實就係一個泳池喺度嘅，後邊就係一座山。咁我哋而家咧想睇高少少，睇下周邊咩環境嘅話咧，我就帶大家邊行邊傾，去樣板房實地嚟睇睇。咁其實呢個開發商嘅話咧，講一講啦。其實佢屬於一個本土嘅一個開發商喺度嘅。其實喺中山嘅話咧，其實都好多年喺度噶啦。本身咧佢就以做實業為主嘅，即係做嗰啲鋼材啊、鋼材實業為主嘅。咁後邊其實咧就做咗啲學校啊，開學校，好似而家目前神灣間實驗技工學校咧，其實都係佢哋名下嘅。所以講基本上做實業、做學校。不過最近嚟講，因為成個地產樓市目前唔係好好，所以講佢花嘅精力咧，響地產方面咧就可能就越嚟越少喺度啦。等陣帶大家嚟睇翻成個響高嘅，因為我哋樣板房喺18樓噶嘛，望翻落嚟成個小區你睇得清清楚楚，究竟而家呢個地段入邊嘅小區嘅管理係點嘅咧？係咪啊？我哋都可以接落嚟再傾一傾嘅。咁而家我哋嚟到18樓嘅樣板房嗰度啊，其實而家雲山匯景咧，佢賣緊係2隻面積喺度嘅，一隻咧就係97平方嘅南北對流嘅3房，或者係去翻純南向嘅88方嘅3房，有2隻積2梯4戶嘅一種格局嚟嘅。咁我首先呢度咧屬於一個樣板間嚟㗎啦，咁帶大家嚟睇睇而家究竟戶型係點樣到啦，順便講一講佢究竟呢隻戶型或者呢個樓盤究竟有咩問題喺度咧？係咪啊？咁係咪有啲隱性嘅割韭菜喺度咧？接落嚟帶大家嚟睇睇，一邊講一邊傾啊！嗱呢隻嚟講咧，因為佢成個樓盤咧，佢到時係基本上都係毛坯嚟出售喺度嘅。咁有部分嘅單位咧係早期已經可能差唔多成1年前以上嘅一個精裝修，仲有幾套喺度嘅啫。而家目前喺度清緊貨。呢隻咧就所謂嘅南北對流喺度嘅啦。呢邊有窗，呢邊有窗喺度。咁其實戶型嚟講咧，其實都係相當於傳統嘅3.0嘅戶型喺度嘅。3個房、2個衛生間、1個套間咁嘅。其實咧，我就主要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就陽台度，帶大家睇睇目前嘅真實嘅情況。呢個樓盤周邊嘅環境係點嘅咧？係咪啊？嗱，好似啱啱我哋一鏡頭見住嘅，其實就係前邊都可以望到山嘅，包括可以攝影師過嚟睇睇。嗱，遠少少其實都可以望到而家目前成個三鄉片區賣得比較火嘅，係好火嘅華發觀山水，就喺呢度我哋個鏡頭嗰度呢個位置度啦，係咪有啲樓梯喺度啊？其實呢一片咧其實就係華發觀山水喺度噶啦。因為呢度屬於三鄉嘅白石好似中間心嘅話咧，其實就係一條105角度，咁兩邊咧好似你見到嘛，好多啲廠房啊，包括前邊嘅廠房，包括樓盤嘅隔離咧，都係間廠嚟嘅，佢係做嗰啲五金製造廠喺度嘅。所以講咧會首先，我自己覺得第一個佢有一定，包括而家我企喺陽台度，喺18樓高度嗰度啦，都不斷會聽到首先有車聲。不間斷嘅嗰啲暗喇叭或者減速嗰啲輪胎嗰啲聲咧，有一定嘅噪音喺度嘅。因為雖然講可能我隔到條馬路咧，可能已經有差唔多成100幾200米喺度啦，不過都擋唔住。第二個嚟講咧，隔離嘅工廠咧，其實咧平時有啲五金加工廠，因為佢屬於模具廠會好多嗰啲車間嘅嗰啲螺絲，即係嗰啲轉動嘅聲或者嗰啲氣槍噴嗰啲聲其實係不斷喺現場度咧會聽到啲喺度嘅。所以講將嚟嘅噪音嗰 part 咧，可能會比較嚴重啲另外咧，可能會講翻我睇翻，其實啱啱講嘅嗰個泳池景攝影師係對住個泳池睇。其實大家有冇發覺？其實呢個小區嘅話咧，
嘅管理嚟講會相對會差啲物業。雖然講叫物業屬於叫碧桂園物業管理公司啊，不過佢可能都係掛名嗰隻碧桂園嚟㗎。你見到個水池而家目前成個水池或者兒童遊樂區都好啊，都會比較即係黑黑邋遢。而且我了解過話咧，個泳池咧點解？雖然講而家係冬天啦，佢正常係冇放水㗎啦，係咪已經啦？呢個樓盤應該收咗樓，應該去到4年到5年收咗樓嗰度，最少㗎呢個時間嗰度㗎啦。泳池咧從來係未開過嗰度嘅，未開過，而且據聞嘅話咧，佢呢個泳池嘅咧係已經有裂縫喺度㗎啦，有裂縫，基本上咧會滲漏，所以講呢個泳池咧基本上一直就冇去開，冇去維護。所以講我哋了解到嘅情況就係咧，開發商嗰邊基本上將佢嘅精力會放喺實業上邊，或者喺學校上邊。地產嗰邊咧基本上屬於個流放嘅一個狀態喺度啦。所以我哋了解到嘅話咧，仲有呢個就係唯一啱啱講嘅第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咧就係點解最近咁多人最推廣呢個樓盤喺度咧？4000幾蚊，4999可以買響三鄉買間樓喺度啦。其實呢個樓盤其實響18年到目前8年嘅期間係不斷響換咗好多嘅代理公司喺度㗎啦。咁從最早期嘅13000蚊、13000幾蚊一方，到而家5000蚊一平方，基本上打咗個3-4折，可能都唔止喺度添，係咪啊？而且佢嘅佣金咧越定就越高，可能從最初嘅可能就3-4萬、2-3萬。到後邊嘅最高峰去到14萬，就因為佢嘅佣金高，推動咗好多嘅中介去推呢個盤。呢條片可能隨時真係會俾開發商投訴，可能下架喺度㗎。所以就講到呢度，我暫停下。如果係覺得我阿 Ken 覺得啱嘅，覺得有冇問題嘅，我如果有問題嘅可以評論區，大家嚟互動下。因為可能睇到視頻呢條片嘅話咧，可能係有部分嘅業主度講唔定已經買咗喺度。因為我了解到咧，好呢個業主群嘅話咧，可能主要咧以係香港、澳門或者係最早期嗰啲就廣州、深圳。因為我哋18年、19年、20年段時間咧，會好多嘅廣州、深圳啊啲人過嚟買樓嘅。咁後期可能到咗23年香港通關之後咧，有一批嘅香港客。買咗呢個位置喺度嘅，基本上成交嘅單位一半或者去到6-7成，基本上係外地客為主喺度嘅，因為佢不斷響更換代理公司，不斷咁更換代理公司喺度，所以講佢哋賣嘅嗰啲貨嘅話咧，產品策略到啦，全部走外地，而且點解啱啱講到點解要咁多啲咁多 agent 會推咧？因為佢會有第一個有拍攝獎，第二個有大看獎，即係打比方。你上台客去到實樓部睇，只要踎夠1個鐘、半個鐘時間都好，你就有大概去到200蚊到300蚊呢個大看獎。而且你拍視頻喺 YouTube 上邊，你去做呢個樓盤嘅推廣咧，佢都要俾翻一定額嘅一個推廣費㗎。之前我了解過咧，最少都去到500蚊一個視頻啊。所以講點解咁多人推咧？所以講大家各位街坊真係要擦眼自己嘅眼喺度啊！咁我啱啱睇完呢度就108方啦，咁接落嚟帶大家睇下細少少嘅單位前面嘅88平方度。咁88平方咧，其實就係佢就係望山景嘅，望山景為主。最主要咧，我覺得雖然講佢係朝南向啦，其實南向嚟講就其實都係 OK 嘅。不過咧，最主要咧，可能大家睇到條片，可能好多其他 agent 發嘅咧，一片大山景好靚。咁事實上，如果你個鏡頭向下少少睇，其實就有一連片嘅廠房，係廠房，甚至係對面好多嗰啲自建房，即係我啱啱講嘅敍利亞風格，即係又爛又殘嘅呢啲樓喺度。你見到話一片區全部都係呢啲矮嘅嗰啲廠房。最關鍵係咧，而家目前咧不斷有啲廠工廠會已經引入嚟喺度㗎啦。而且對面嘅話其實都有，目前我哋已經聽到咧係會有啲噪音喺度，嗰啲廠嘅位置喺度嘅。所以講呢啲其實景觀各方面嚟講，我覺得係唔係好優㗎。而且嘅話斜對面鏡頭都睇嘅呢棟紅色嘅樓喺度咧，對面咧其實而家目前嘅外牆咧基本上都係甩皮甩骨喺度嘅，係疑似係爛尾咗個樓喺度嘅。所以講
我覺得首先呢個盤唔好話講其他方面都好，佢嘅值唔值得好？如果係作為一個本地人嚟講咧，即係必須要買翻呢一片區，響呢一片區最周邊好多工廠啊嘛，想買翻呢個地段，我覺得係推薦嘅。畢竟開發商啱啱講嘅開發商其實佢都係做實業起家嘅本地開發商。目前我了解到呢個樓盤佢又冇欠錢嘅，又冇話欠或者係踩咗紅線喺度啊，各種嘅嗰種點講咧？欠即係要解壓，通過解壓先可以賣啊！呢個樓盤可能據我了解係清清白白。好清晰喺度嘅，只不過就係針對如果係有啲香港街坊過嚟三鄉睇到話4-5千蚊一平方，5-6千帶埋裝修喎，咁我就其實唔係好介意，因為周邊嘅環境，從佢嘅地段靠路邊，周邊全部係廠，成個前後全部都係廠房嘅包圍。係咪有噪音？另外諗到佢嘅管理，後邊嘅管理嚟講又唔係話好到位嘅。其實我各位街坊，其實我就唔係好推薦。最少你要有車，開車可能就方便啲。因為啱啱視頻開頭同大家講過嘅，呢度嘅話咧，全部嘅嗰啲外邊嘅商鋪話咧，都係做五金加工。即係打個比方，你平時真係想食個宵夜，食個早餐。成條街你要行出去，大概去到10分鐘，行路10分鐘，可能去到白石市場先會有啲簡單嘅餐飲喺度。而且白石市場嘅話咧，佢唔係話啲點講咧，俾我感覺啊，因為之前我去嗰邊實地睇過嚟講咧，可能會比較爭亂差啊！入邊嘅咧，我據聞嘅話咧，好多三鄉嘅本地人。佢都唔喺呢個三鄉白石市場嗰度咧買嘢，因為好多出現嘅短斤缺兩啦，甚至佢嘅賣嘅嘢咧唔新鮮，所以更加多嘅三鄉嘅本地人咧會去返三鄉市場。不過三鄉市場咧嚟呢個樓盤咧，可能你開車嚟講咧，可能都要到10到15分鐘開車。咁當然如果你有開個電動機咧，可能7-8分鐘會快啲嘅。所以講，我覺得香港街坊買嚟呢個盤嘅話咧，係後期嘅生活成本非常之高。咁可能好多街坊問啊，我唔出去買嘢㗎，我就上邊用 WhatsApp 啊，或者係用嗰個淘寶啊，或者係用美團啊、跑腿啊，幫我哋送啲外賣啦。其實呢度周邊嘅話咧，連點個外賣嚟講個配送費可能都要高啲喺度㗎。正常可能你俾5毫至1蚊，呢度可能俾到3蚊到5蚊喺度嘅。連食個快餐額外嘅費用都多，點解咧？因為周邊嘅商家配套實在太少喺度啦。因為畢竟呢一片區三鄉白石本身係屬於個工廠雲集嘅一個點嚟嘅，係咪啊？咁講完啱啱同大家講完嗰個關於周邊嘅地段啦，咁講返轉頭開發商嗰邊啱啱請嘅代理團隊嗰邊啦，係咪啊？咁佢不斷點解咁多人推？啱啱講過喺度啊，好多人嘅會拍片，通過俾高額嘅佣金嚟收割好多嘅港客，所以講好多嘅外地客就買咗呢個樓盤喺度，再加埋後期嘅管理又好差喺度，咁接落嚟其實會有個更加爆炸性嘅。我覺得後邊佢嘅管理將會越嚟越差。點解咧？因為接落嚟，我哋大家嚟落 lift 落下樓下，要睇睇每一戶人究竟咩狀況喺度嘅。跟住個鏡頭。嗱，咁我哋而家搭 lift 度咧，就呢棟樓度咧，同大家睇下啲住戶，因為呢棟樓咧部分單位已經賣咗喺度啦。我見到咧好多個門口咧，可以睇睇，佢基本上隨便一幅嗱，即係個業主啊，好多個律師函喺度嘅嗱，啲律師函有欠費啦，幾多年啊？25年1月份。可能呢度早期喺度啦，咁而家目前都預期有4000幾蚊喺度噶啦。呢啲而且唔係話單一戶人喺度噶啦，呢度一戶人，我求其睇啊嗱，跟住呢一邊你睇翻，哇，全部都貼晒呢啲啊斷供啊，發拍係斷供嘅發拍啊都有喺度噶啦，個人貸款可能樓款已經斷咗供喺度噶啦，1000蚊係。嗱呢一戶又有喺度啊，咁業主冇影到啲業主名都有，咁我哋可能好多街坊覺得啊呢啲可能個別案例啫，唔係。接落嚟我哋一邊行邊睇，可能我哋樓上睇下有冇其他戶嘅，都係呢隻情況喺度嘅。
我哋5樓6樓啊，上高一層啊，等我睇睇而家係咩環境喺度嘅。係啊，咁我真係可想而知，咁後續嘅話，即係佢嘅樓可能覺得當時13,000一方嚟買入㗎啦，咁後期會唔會繼續咧？嗱，又一戶人6樓，即係個業主名又係有欠款喺度嘅，有律師函喺度㗎。咁我睇下隔離對面嘅係咪先，會唔會有先？哦喲，都係存在呢種情況喺度啊！有，而且嗰個比較頻密啲啊！哇，真係呢度真係，即係咁多嘅，基本上係斷供嘅，或者係欠咗信用卡嘅、欠費嘅。第一個反映咗係啲咩情況咧？我覺得第一個就會反映咗呢個開發商、呢個樓盤啲業主嘅話咧，可能第一個佢會基本上目前就係冇錢喺度噶啦，冇錢喺度啦，而且係欠咗好多嘅貸款。另外嘅話，佢嘅管理費都係有可能都係全部都欠咗喺度嘅。咁接落嚟，打比方，當有一日管理費佢有欠費嘅情況下，咁接落嚟面對就等於成個小區嘅管理慢慢會跟唔上啦。咁你既然欠咗管理費啦，咁成個管理公司就運營唔到啊嘛，管理唔到，可能接落嚟就會越嚟越差。而且按最新嘅一個通知報道嚟講咧，2025年9月份，政府出咗個叫中山全量房收購嘅。咁呢個樓盤咧，都係成個中山6個樓盤之一嘅一個樓盤喺度嘅。係點講咧？係市政府將符合條件嘅單位，將啲樓全部收購翻嚟，作為保障性用房嘅需求喺度啊！咩叫保障性用房啊？即係政府以低價將啲樓符合條件嘅樓回收翻嚟。之後就租俾啲出邊外邊小區啲住戶，所以講將嚟嘅話，因為呢度已經係目前係符合咗呢個要求，政府要求喺度啦，所以講接落嚟下一步呢度將會有啲單位嚟講會對外租俾其他客戶啊。佢今日唔係講係人才房喎，人才房嘅話咧，可能係針對嗰啲中山嘅頂端嘅有技能嘅人才。保障性住房咧，係面向可能真係比較三貧啊，比較低，即係點講咧，生活冇保障呢類嘅人嚟住嚟租嘅。所以講，我覺得接落嚟嘅話咧，呢個小區會入住嘅人咧會越嚟越參差，係咪啊？而且加埋咁多嘅業主目前有斷供狀態，管理費肯定又冇交嘅情況下，買賣又賣唔到，甚至佢呢度可能而家目前賣緊499無批，我見到而家目前網上好多嘅樓盤業主放出嚟，甚至有啲去到3999、4000蚊開頭都可以交易喺度啦。所以講呢度非常之亂喺度啊！咁我講完嚟到實體樓度啦，咁我接落嚟去翻小區，即係同大家講一講，做個總結啊！咁而家嚟到小區嘅，同大家做翻個總結喺度啦，係咪啊？呢個樓盤咧，其實咧，講白啲，直接就其實係唔推介俾各位香港嘅街坊喺度嘅。啱啱綜合嚟講，第一個佢係響三鄉白石，白石就係三鄉嘅邊緣，佢唔係三鄉嘅正中心喎。三鄉嘅正中心係響三鄉政府或者三鄉大潤發嗰邊咧，就屬於三鄉嘅正中心。嗰邊嘅行政好、商務都好、酒店都好，全部集中喺嗰邊嘅。咁呢個地段屬於三鄉嘅邊緣喺度嘅，所以講個地段嚟講，其實就係三面環工廠，出邊就105角度，又嘈又髒亂差，有時出嚟買緊嘢嘅都冇，全部係賣五金、賣起修嘅，所以講非常之唔方便。當然佢可能行路可能到5-6分鐘、10分鐘以內咧，去到三鄉白石市場。不過唯一嘅市場嚟講咧，又比較亂啲，可能遠少少咧會有一個三鄉嘅1+1。不過呢個1+1咧，基本上咧點講咧？如果行路嚟講，其實都係有啲遠嘅。咁當然後期嘅話咧，可以考慮下即係線上去點嚟送外賣送過嚟都得嘅，係咪啊？咁其實呢啲都次要嘅。最主要咧，呢個樓盤嘅話咧，經歷過太多嘅代理公司去操縱呢個盤啦，各種嘅營銷手段，又大看獎又高佣金嚟拉動推動呢個盤啊，
所以講實際其實個樓盤啊，比我哋想象嘅話咧，其實就唔會話咁實際咁好喺度嘅，因為周邊嘅地段事實係非常之一般㗎。咁當然其實佢都有好嘅一面喺度嘅，因為而家目前鏡頭大家睇到嘅，佢全部嘅成個小區咧，其實都係全部現樓嚟嘅，而且個外立面咧全部用瓷磚，佢個結構嚟講都好規整喺度嘅。因為開發商本身都係有實力嘅本地開發商，係咪啊？只不過佢可能而家目前將個心思可能都唔放喺地產上邊度啦，係咪啊？仲啱啱講到嘅，佢嘅存量房啊、回購政府嗰邊咧，佢都遞埋咗做埋申請喺度啦。所以講後期嘅話咧，個預判嘅話咧，佢管理或者成個小區嘅業主群嚟講咧，相對會比較差好差喺度嘅。所以講綜合咗上述嚟講咧，我建議香港街坊係唔建議嚟買呢個盤度嘅。咁呢個盤適合邊啲人咧？就係適合住響三鄉白石附近啲工廠翻工嘅工作嘅啲人，而且可能要俾佢嘅外父佬係咪外父全部逼婚嘅，需要買間分房嘅呢類人，我覺得就適合買呢度啦。本地人係咪啊？嗱，今日咧我就同大家介紹呢個三鄉雲山匯景嗰度啦，係咪啊？咁如果接落嚟，大家對於中山嘅其他咩樓盤想了解更多資訊咧，可以後台WhatsApp 了解同我溝通，或者評論區大家碰一碰，或者今日刷到呢條片嘅業主或者朋友都好，大家覺得我講嘅嘢啱定唔啱都好，可以評論區大家互動下，好嘛？我係阿 Ken 啊，今期到呢度啦，拜拜。